飞扬树看任务哈，能买注重天，莫忘注重年；能买注重行，莫忘注重商。也给发很嘛个意思嘅，就是跟我们讲，无论如何呢，我们千万都不可以忘记祖宗留给我们的语言。走哪！任务下就可以大肆邀请一位来宾挑战客家总体任务，家庭参与客家客家人士嘅生活，也可以特色产业，对一片好似50幾生活行業。睇成任務啊，就做得非常獎勵哦！書報嘅提示，從兩天人物登場了。今天这一集邀請他來，對海軍來講是非常大的一個鼓勵跟肯定。大家一起歡迎我的老公 NONO。嗨，家好，我是客家西龙，意思就是大家好，我是客家色啦，不是啦，我是客家女婿。各位宁武好，任务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开心，很荣幸呢，一大早7點多就被我太太挖起来，不用講出來，沒關係，是嗎？是6點。哦，6點，對。我跟你說，我知道今天要錄你的這個節目，是，對，所以我特別的找了一位我個人的翻譯啊，不是，就是不是。我特別邀請到這位算是客家大佬小鐘，掌聲歡迎我們的客語算是專家，我們的客語老師徐老師。徐老師你好。徐老師。講到一位刺繡車先生啊，其實獲得客家貢獻獎，編寫為4強、6強嘅客家話詞典，還翻譯為世界名著《小王子》嘅客語版哦。任務哈，從任務這個4個任務當中，你挑一個。所以每一個含義都不同就對了。不同啊，客家話有苦中作樂啊！苦中作樂。任務2，磨練心智啊！任務3，做兩書啊！按摩做龍做龍抓龍嘛啊！對。任務4，誰沒按獎啊？當然要有 C 妹會錄起來比較開心快樂。但是今天我們要以專業取勝，好不好？上節目還搞什麼 C 妹？好像只有這個。會不會是主持人幫來賓抓龍，然後舒壓？有可能，對，有可能哦。那來把我的比基尼帶上。那他比基尼，那我還是古裝。對，好了，我選這個好了，我覺得對，捉龍，我喜歡抓龍。親愛的NONO先生，一個捉龍樹鴨的任務，剛係真經上的暗訴訟，嘿嘿，等一下聽就知嘅咯。出發！嗨，好，出發。那我現在怎麼辦呢？你現在要先學客話給我學會這10句話，贏的話是有獎賞，那個獎賞就是 money。請問這10句就獎金？那請問一下，我有多久時間可以學好這10句？還蠻長的，就這段車程。85公里，就不到1個小時那個沿途開5公里就好了哈，對。還是先停一下，讓他休息20分鐘。好了，認真一點啊，那怎麼辦？那請教我好不好？第一個，好，矮迪，然後第二個是矮唔迪，對不對？那我知道了，我現在我知道，我有一個秘訣了，矮迪。就是閩南話的我是低，我低，矮低，矮唔低，我不是低，我不是中，就是用大概簡單記憶法，對不對？好，叫多媽的，等下就低啦，等一下，提示，又係買東西，馬街，你講馬街，你說什麼？馬街，天機，矮糖唔食。客家西龍不是作假的，沒廣告哈。天機啊哈，你愛明白鐵路卡公嗎？對，我回去娘家，人家跟我講一大堆，我就說愛湯唔食。你講啊，難怪。愛買乜嘅東西，講愛湯唔食。愛湯唔食，然後他就說，給我錢，愛湯唔食就好了，對。好，你嗌狗日客翻如果講冇？會講，嗌會講，好，嗌唔可以講，嗌唔會講，耶，快拿到錢了，冇問題是廣東話
問題。然後白雞都學嗰個咧喊腔哦。喊腔哦，就是喝酒喝太多喊腔，就是很腔的意思。趕快，第四句最後一句。過一拜。哦，閩南話過一拜。哦，哎，有技巧的好不好？學客語有技巧了，過一拜。20幾客話，算係我能見邊啲男生，隨時都會用得到。那個唔更加幾好啊嚇！到達185公里嘅地方，有乜嘅任務提得定人呢？這邊真的有很難講。講哪樣？不講一百。徐老師在問我，他問我這邊俺講是什麼，我跟他說認真工作，不要再問這些人。冇想到經過點個鐘後，我哋來到目的地城隍廟。觀眾朋友，跟大家介紹一下，一個城隍廟啊，係我哋兩公婆甜蜜嘅回憶咯。剛交往的時候，就是第2次約會來新竹，你知道我為什麼我要帶他來新竹城隍廟嗎？就是因為啊，城隍爺很靈驗，對，就任何的妖魔鬼怪啊來到此都會現出原形。所以想說帶來這裡啊，哎呦一看，哎還是很漂亮，那就 OK 的，對。怕你現出原形。哎，對，是怕我現出原形，就是我先出魔爪，對。啊哦，齊先生，又係衝打到限站啦！新竹城隍廟哦，就可以見本日按義務客嘅第1站啦。城隍廟興建於清朝乾隆年間，到今已經有266年嘅歷史，香火當身，係卡係新竹美食嘅大本營。冇唔錯，見本日做利用輸入嘅義務啊，就可以撈美食有關係咯。你說不是要吃東西嗎？這裡嗎？我先帶你來認識朋友啊。朋友？對啊，新竹我有朋友哎。真的嗎？對，我要跟你介紹辣妹。在哪裡？東江啊。東江。老闆娘要請我們吃飯。哎，要請我們吃飯。是新竹的名產。啊，新竹名產。這個哦，好多哦。隨意點。隨便點，是不是？我要一個肉圓，炒米粉。你做乜嘅東西啊？一談都有人搶，唔就真係剛剛冇客氣啊！一啲好料嘅東西，愛等到學會客法，要做的本事，乖哦！講，來，第一個頭家娘，頭家娘，米粉，公園頭，鹽，公園頭，辣，一多錢，我也是客家人。哦，真的？那會講客家話嗎？講得不好，所以我今天要跟東哥一起來學。那你來學一句，支持你，東江講的不得了。不要被騙，我在講他自己啊，對不對？老婆多好啊，被發現了。其實等下你要帶我們去哪裡，對不對？去我家。啊，去你家？去我家。他今天呢，跟我們人家跟英波哈，有息息相關。真的嗎？你今天的任務就出自於老闆娘的每一道料理當中。哎呦，頭家娘都卡料理啊，出彩動強動厲害喲！睇下新竹小食街啊，大家搶定去做生意嘅城隍廟，唔淨係沙沙當地，健康更加有名國之哦！大家睇看啦，一個係乜嘅東西？可能有啲觀眾朋友已經知嘅咯。你選這個你家？這是我家。哎呦，還有這個。等一下，頭家娘，這個我知道啊，我有去荷蘭那個國外出過外景，歐洲，他們這個是要70塊，然後待會就會把一些沙拉、生菜沙拉那些放在裡面，然後就這樣在裡面拌一拌，然後就是混合的那些就是70。不是的，這個到底是？然後待會告訴你。好，我們現在看這個地方。好。黃海瑞先生。哦，這個就是海瑞阿公本尊是不是？是。黃海水新竹普達客家人，從細開始學做工業，冇講唔對哦。新竹90%嘅工業師傅啊，都係假徒弟嘅，係家係工業善良嘅太公神哦。見比爾作用書啊嘅米袋啊，就係新竹工業。阿公，你會講客家話？我媽會講的。沒有哦，沒有我可以教，真的改，真的改。現在換我當老師了，因為我找到一個菜鳥，所以我教你愛迪耶，對，啊，讓他來
讲，唔係啊，唔條都咩嚟不是講啊？你剛剛是這樣教我的啊？哎，我講你搞西煙，你搞快6位了。哦，你剛剛教我的是四線槍，阿公這邊是講海陸槍的，啊，海陸槍不一樣嗎？哎，冇錯啦，矮地咧，啱啲咧，音不大一樣，矮地耶，矮地嘞，啊，矮地呀，啱啲。哦，剛剛視線是矮地，而且是矮地。海瑞阿公現在已經回憶起他以前會講海陸話的那個。哦，對對對啊。今天也可以讓你學到了，就是對，我學對兩種聲調完全不同。有沒有？你就收穫很多，對不對？我收穫很多，所以我等於50句我都學會100句了，對不對？像是 double 的樣子，對，沒那麼好。我們再看一下我們的老照片。哦，老照片是不是？我家以前是一個就是賣面的一個面商。哦，所以阿公以前是從面攤開始家的。跟完上後來，因為阿公的手藝很好，慢慢的去研發，慢慢去改良，所以阿公的另外一個綽號就叫貢王國父，就叫貢王教父。怎麼講？怎麼樣？拱煙貴婦。拱煙貴婦。阿公還有另外一個教父。高夫哎，公煙高夫啊，公演高夫啊，認真哦，很強哎哦。這台機器就是阿公改成那個製程的流程，以前的貢丸都是只能靠手打，主要有手擠的過程，你知道嗎？阿公最高紀錄可以捏幾寸？等，可以統一了。1分鐘。現在機器1分鐘。機器比他快，以前啊，真的嗎？沒禮貌，怎麼可以超越阿公呢？對他沒禮貌，手工。很快哦。哎呦，今天的任務在這裡。主持人，一來就給紅包，怎麼好意思呢？他是給我的嗎？是給你的，是給我。看一下，包給你。好，哎呦，開支票。紙票，用紙票。支票是紙票，哇！請用1分鐘的時間完整捏出5顆貢丸。你以為怎麼樣？阿公1分鐘80顆，我才5顆，太小看我了吧？至少要50顆嘛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當然先從5顆開始。一邊學做貢丸，一邊學客家話。阿公已經85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應該找個年輕人來打一下啦。既然今天再來體驗，對不對？來，剛剛開場大家也說年輕，然後現在要打，就在互相推來推去。是。哦，所以現在阿公要教我們做最傳統的貢丸，哦，最傳統的方式。這個手工現在已經不常見，失傳的都阿公已經不收學了。懂難得哦，懂難得，很難得，對不對？我聽得懂，懂難得。所以我們一邊學做貢丸，一邊學客家話。對，哦，對，所以我們現在先從這個第一個選肉怎麼講？頭肉。頭肉，先發放頭肉。我選了對頭肉款式好嗎？這個肉頭肉。哦，後腿也有。後腿肉。他把肉把它切開。削肉。太肉。再來膏肉。製成。工地的。那都是手打。要捶打漿。大蔣。現在阿公這樣出來已經很不容易，因為說這次我這個棒子就已經5台斤了。以前的師傅這樣手都這樣子打，一打下來一頂就只能打20斤的貢丸。有沒有說規定要從哪一個部位開始打起？從邊邊開始打，從邊邊開始打起。打到出漿，這樣子的打的話，大概需要1個鐘頭。這樣打要打，真的嗎？我們這樣太沒禮貌了，對不對？哦，阿公已經85歲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應該找個年輕人來打一下啦。既然今天帶來體驗，對不對？來，剛剛開場大家也說年輕，然後現在要打，就在互相推來推去的。好了，我來體驗，來主持人來，我來。那阿公教我怎麼打，心裡面要不開心要罵出來嘛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會的。好，要愉快的心情。好的，我來。好，來。可是它這樣會噴誒。它會是黏着，它有彈性。所以要很多大蔣。
啊，我现在知道了啦。啊，用这个舞台巾是怎么？金钟这个锤子，然后这边锤肉，然后这个把这个肉供成最后变成一丸，所以这个叫做贡丸。这由来哦，公园，原来公园哦，公园是贡丸哦，不是去外面公园哦，对对对。哦。哎，这个其实蛮累的一个工作呀，供。其实我这样供不到5分钟，我就觉得手很酸了。然后他还连续供1个小时啊。小王子老师，小王子，来快点！大家一起来这边好不好？不是，我这个还没讲，你就不是。还有赏你的事情呢哈。这样就轮流嘛，好不好？有福同享，对不对？对，1个钟头1个人打5分钟 ，OK 吗？可以吗？吃吗？啊，轮流怎么讲？轮得来嘛，对了，轮得来，哎呀，没啦，小丸子不要介绍一个救星救女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请一下阿凯过来。王思凱睇下險記公演四教夫，希望公演行上到全世界嘅地態推數哦。這個錘有點技巧，不能夠硬錘，一錘它會亂噴。慢慢綁住它啊！哎，綁它了。對，推一下。難怪我剛剛打下去它會亂噴，對，因為我沒有像它這樣一邊打一邊推，一邊打一邊推，把它拉哦。對，它才會均勻，而且你亂打的話，它不均勻，有大有小嘛。你這樣子慢打，打去它均勻，我們再打一次，這樣子，這樣子比較快。可以咁樣，你要把它打到安面，所以以程度嚟講，好輕鬆是對你的眼睛安動。所以你也是一邊打一邊在想象。這個我們想象都是老婆是美好的。請問你剛剛有想象？老婆是美好的。剛剛按你看起來呀，大家都用你的長度，讓손貼嘅，要有這個輕綿的感覺。把它黏了哈。對，它其實我們是要靠那個肉它裡面那個蛋白質，它都藏在那個纖維裡面，就是用錘的，有沒有好把它破壞了之後，有沒有好？待會我們在打醬的時候，就會把蛋白質把它溶出來，它就粘性。所以說為什麼要選後腿肉？肉最大塊，瘦肉嘛，沒有油，纖維最長，所以做起來口感最 Q 最好吃。還是有道理。原來好吃的公園係按辛苦揾來的好東西哦，脆嘅點嗰種，看來啊就會好食哦。怎麼會變成這個顏色？它肉本身的顏色，它會跟那個空氣氧化，就會變紅。可是好像越後面的階段越危險的，因為要配合的剛剛好。對。好，來，我來打看。要不弄吃一下。他要這樣子打，這樣子打，對，我怕我會是這樣子打，我怕會打到這樣子手。對，所以。阿公來給你看。我打一下你看。阿公要打一下給我看你。哦。阿公來給你。黃海瑞先生高齡85，現場表演製作公演給我們看。那個打的時候有沒有哈？看得很大力，就利用那個錘子的重量有沒有哈？下去再彈起來。哦。借力使力。動量大啊，對，動量很大。哦，肉就更綿，是不是？哦，更綿密。哦，動量很大哈。動量很大，大一點。他沒有球，你他那邊是怎樣翻？你要再做過來。大，你說把這樣子嗎？對，翻過去，這樣子對不對？你要留意要做豎起來，對啦，你等下跳來是吧？對。好。哎，有模有樣哦。來了，帶上來。我把小王子帶上來。丸子躲很遠。所以現在打完了，要來成型。盛興。撒下來一鋪就輕鬆了哦。阿奎哥講，熬鹽之前要先加一杯水，因為用塑膠就會產生溫度，溫度係得高嘅公鹽就會冇彈性係，故所就會加一杯水冰一冷，從頭到尾溫度維持15度邊內。肉醬呈現最好的情形下，撒下來就會準備好85度左右的鹹水，就可以開始燉酥泥咯。然後嘅
成型的安尼，是伊咧盐盐嘛，就对水煮，就是放下水煮，水煮，水煮，哎，哦，水煮好，然后把它捞起来之后，在那边哎，流起来，把它捞起来，哎，起来，个冰囊，不用冷，哎，然后就可以清明是包装，包装。走，啊，怎么又来一张？哦，小王子，脱酸啊，酸一都是的，哎， 1分钟我要捏5颗，所以我要算1、2、三、 3、4、6。六，哦，不用，我5到好了。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要学到10吧，对不对？可是哦，可是哦，阿公，阿公加油1。好，换我了，来，阿公，give me back。啊，他要去，算了，他手黏黏的，不要了，不要，没关系。OK，阿公我来。试一下水温，好，先试一下水温。水温，有怎样？一点点就好。那个，真的烫哎！会烫啊，怎么会烫？是真的烫。你够下去也不会烫。真的，它有还有，你的手马上摸下去就不会烫，对不对？我是你那白的啦，强强，啊 ，OK，好。快试来嘛，快试来嘛，说得开始吗？可以开始吗？说得。等一下，可以。可以吗？快试来可以嘛，快试来嘛。 OK。快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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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计时1分钟啊！好，2颗，1、3，1分钟，还有3颗，不对啊，要做漂亮。在55秒的时候已经做5颗了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哎，谢谢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你的嘿，是不是？有点像肉羹哦。啊，豆根，没有啊，干哦，贡丸啊，公演啊，刚刚有感用会叫出来哦，嘿，也顺便给人家那样开对的，啊，我叫出来。这个就是说会有扣出来的。缺点就是说大小有点落差。哦，大小不一样，不是因为有的人嘴巴大，有的人嘴巴小，有的人肚子饿，有的人肚子不是那么饿。所以说也是良心事。对，各取所需。你如果很饿的话，就给他吃大颗一点这也是。客制化的。对，我这是客制化的，初学者这样子算还不错，还 OK 的。算很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算大小不一样，然后不是很圆，不过还 OK 的。恭喜诺诺伫制作单位太平水之下顺利过关嘞！打到半截会喷掉或者碎掉而已嘛。可是手的话下去就碎掉。这叫职业伤害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刚刚说看到照片，你看到阿公真人真事，现在也有一些员工职业伤害的真人真事，好不好？各位员工，给他们看看，有没有看看？是不是？你看。就是我刚刚又在这边又揉，然后又捏1颗，然后放下去，然后煮了，然后我1分钟挑战5颗，还有做 SPA。对，然后是摸冰的摸热的，对，就 SPA，那手会感觉不一样。对，上温。所以我刚刚1分钟要做5颗，做5颗我压力很大，可是我完成了，我已经疏解我的压力。揉捏舒压，原来就是来这边学习做贡丸，就揉捏舒压。OK， 然后来学完揉捏舒压之后，发现球干牛，我刚刚你西梅安家，对不对？而且这第3代的团员在这边很努力的学习，然后磨练你的心智，让你现在事业成功，对不对？最后就是因为阿公不厌其烦，对，很不耐烦的教我们，然后阿公又很开心，所以阿公是苦中作乐。没有啦。阿妹偶尔讲都很好呐，不过啊，总下还唔错嚟，因为嘢苦中作乐。
去到南头埔里好做切戏，因为菜市生切爱原人本当东门的调，如果因为对生切高面样都都唔掉，故说系苦中作乐。因为磨练心智，系担任书法大师齐云金嘅音乐徒弟嘅，好似大师创作时磨练心智嘅过程，以顺好泡茶。享受嘅模面就做得咧 ，no， 唔嫌唔错嘅啦。只已經有時嘅細妹暗醬，就可以到花蓮5號嘅麥香鳳茶園，攞暗醬嘅雜茶太子，學做茶嘅功夫啦。你覺得做嘅有冇？太力啊！做太大力。阿凱不滿意，他詳細的一步一步的你示範，不寬，不太趕你。今天做的就是說客家風味，客家最常用什麼東西？不吹，那不吹按用嚟加，加到貢丸裡面，這麼好賣。對，安泰豐，而且吃起來像梅乾扣肉的味道。有到好多一個你叔叔嘅嘛，是，加緊咗嚟看入通咗。出力，重重的出力，是不是？出力，面强的，强的，轻轻的，强的，还捏，捏，切，过来断，为什么要讲动啊？这好像客家话才有的。断就是断起吧，就我们吃的那个马鸡那个起吧，弄起来也是用断的。断哦，就挤成一颗圆圆叫断，所以。那切，都地都切了，切。啊，最后一个呢？跟糯啊。啊，安尼啦，安尼嘛。这样子。準備好了。好，很快哦，1分鐘很快就到了。開始。一样嘛，对，因为我刚刚是55秒做5颗，然后他是32秒做10颗，所以这个成绩很明显的平手，耶！哎呦，盖一下，哎呦，来打乒乓，这是大乒乓，可以打乒乓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明年在休闲活动就会打乒乓。逛完可以打乒乓，来，我来。哎，等一下，哎呦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快，厉害吧？弹到声音又进去，太厉害了，好不好？要不高呢？这很神奇哦！纯肉做嘅工人又 Q 又顺啊，一時都唔係隨便天壤地波嘅來鳥牛人哦。其實工人嘅人向啊，係都仲記得福祖，個後傳於香港同台灣。就是因為海水阿公，工人因為替台灣按有名。兩個相片就係海瑞阿公。對，海瑞阿公，這個就是他本人。這個原本是打鐵用的。打鐵。打鐵的用的呀。打鐵的用的嘞。動，然後那個刀子在翻來翻去哦。阿公把他想說，連異想天開，把它改成木頭的來打肉。救起來了。哦，你把它研究起來，所以打鐵店那個是鐵，然後阿公把它裝上木頭，對，然後這樣子錘肉，是不是？那之前用一台機器做的時間，可以做一道斤的肉。手工做大概20-30斤。20-30斤。對，換成這個的話，大概一天可以變500斤。哎呦，難怪能安尼海瑞阿公安尼工業力。後來就不賣麵了，就專做貢丸了。哦，就變專門專做貢丸來批發零售。我聽講能一張嘢吼，演員安尼破紀錄誒，一張嘢可以售40萬粒。好嘛？啊，等於一年安尼換算起來的話，就萬個粒。那這個還是會有危險，不是嗎？你看阿公的照片，他有拿一個類似飯勺的東西在摸，你打到飯匙是噴掉或是碎掉而已嘛。可是手的話下去就碎掉。啊，手也碎掉啊？碎掉，骨頭會碎掉啊。這叫職業傷害，對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剛剛說看到照片，你看到阿公真人真事，現在也有一些員工職業傷害的真人真事，好不好？各位員工，給他們看看，有沒有看看？是不是？你看，1、2、3，剪刀石頭布，怎麼猜我都贏。剪刀石頭布，哎，我還有贏。剪刀石頭布，哎，我又贏。你說你有個小弟弟。
这个对，在小弟。大家冇吓到啊，也给向俺老公注意好过啦。也吓人贴做工人拢但蛮注重安全，故说啊，冇人会做怂的啦。接下来就系俺哋徐老师的俚语教学哦。今日看到黄海水先生吹公演的精神哈，本大家體驗一下，係真係真係困難哈，行人就會有咧耐打耐碰嘅精神哈，這樣做嚟做嚟下意哈。乜嘢人都耐打耐碰哈，有請到今日來賓 NONO 同埋你徐老師嚟示範一下耐打耐碰。來，他們我聽吹有碰耐打什麼意思？就是耐打耐碰，就是啊，這樣子就是打。對。就是人抓起來用力的打到飛走這樣子。比喻來。哦，所以耐碰啊，耐打耐碰就是吃苦耐勞啦，對不對？做兩數合嘅試義務成功。唔過啊，學50幾客家話嘅睇義務還冇完成哦。NONO，繼續加油哦！哎呦！哎呦，自己人沒錯。哎呦，對。是哎。對，我們一比他就馬上來了。哦。他就會接招了，對不對？暗號有火，要來又是吃的，對不對？吃燒烤。我是吃的嗎？那不然是誰叫我們來？有當人哋做工人嘅時間有冇？頭家娘。牛配上推頭家娘。哦。剛才播講啊，哈，你聽我的翻成是怎樣？因為人哋今天做生意啊。所以為什麼做生意都要來找你？啊，看到玻璃啦，對不對？哦。一件很多玻璃筆。就是玻璃筆，一支筆有一個動3片名嘅。團出嘅線上也會送本哦。原子筆、毛筆、鉛筆、自動鉛筆、玻璃筆中，對不對？不對，對呀，我們今天從頭到尾不是都有一位大師級對小王子啊？他跑去哪裡？徐老師，去了。哎呦，徐老師，你要跑去哪裡了？我在看到光神的呀。看到光神啊！看得入神了，是不是？那個范老師剛剛說他有一支筆，名稱你知道嗎？厲害筆。重音9量分橋玻璃筆。阿妹哎，有眼強哦！重音9量分橋玻璃筆，9量就會顯神了。大家冇做白開見到嘅，詳細看哦。趕快走！哎呦！多久？不要放哦！不要放哦！等一下哈。現在冷卻了嗎？冷卻了。我們這個呢，當做法師也可以做是一些配件就對了。做配件。我可以拿了嗎？可以啊，那這樣就是可以當一個藝術品啊。藝術品就是像火花一樣啊。按公不小心的把聚位團現的吼。你看出我這個東西有什麼作用嗎？對啊，它是細的，對。對，它也可以當藝術品，可以當我的這個產品。啊？也可以按廚一支啊，也可以按 U， 按用做一支啊。我們這個呢是要把它做9條溝槽配件。哦，也個 U 位啊，吼，就要做一個橋位啦。9量分橋啦。分橋啦。9量分橋。所謂的9龍是因為我們做9條溝，9條溝。那9條溝它是可以蓄水，蓄水會比一般的3條5條的溝槽是會更多。哦。那9龍嘛，為了就是像皇帝在用的啊，或者是那個文昌筆啊之類的啊，我們可以擺着會比較好寫。它是鋼筆，它不是毛筆。所以要一個角度，是不是？對，還有45度角最好寫的角度。啊，真的呢。真的，這樣可以寫。那我寫一寫看好了。哎呦！有冇？哎呦！OK。那你可以一直寫。可以一直寫，可以寫多久？寫30個字左右。30個字，真的還是假的？真的。哦，你自己來。哎呦！哎呦，很強哦！任務課。今天好像有怪叔叔一直跟着我。有嗎？對，你看一下。他是我們老師小王子啊！你要叫我做什麼？你說。就是我拿。親我一下。不是。你要再去，你主持人，
你是主持人，你要正经一点，对不对？亲我一下。哎。哎呦，哎呦，很香哦！任务课，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拿的是玻璃，对不对？玻璃叫玻璃，对，玻璃。啊，刚刚这个做的笔叫做笔，用火烧，用我烧，哎，你烧的时间要紧力，对，要赶快旋转，要转，要紧力，冰冷。你说是冰冷，不是冰冷，冰冷，冰冷，哎，冰冷，啊，这我会，安子生，哎，过来去做一笔呢，哎，汉江哦，啊，董江不一样吗？董江是说很漂亮的，很漂亮。你看，讲董江那是惊叹的。金汤啊，董江啊，汉江哦，记得了，跟他比汉江哦，哦，比汉江哦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因为刚刚我们两个都写得出字嘛，所以这个字玻璃冰应该就是有缘人了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等一下，又等一下，还有你不要问更好的啊 ！Oh my god， 金光闪闪的，这里面是什么黄金吗？黄金，黄金做的啊，完全真正999的黄金，纯金。啊，所以你把它弄在玻璃里面这样子，所以这一支就是传闻中真正的那个凤阳九龙文桥玻璃笔。是蒙尼安子这啊？哎，我就是你也要一支哦，不要这样吧？没有，好不容易只有一支而已了。事情都选做。老板拿到我们强要就好。是。做生意还得请注意的呀，是叫 for no 的意思就是和和气气吧？哎，哦，这和气生财啊。和气和气气，然后你生意就会好，然后拿去跟人家签约，生意就会成功，所以叫做是 for no 生意好。哇，然后这边空气是蛮好的啦，是，只是说这边有点荒郊野外，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怪怪的事情？什么怪怪的事情？我一直觉得啊，我后面好像有一个怪叔叔一直跟着我。对，我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那是我们老师小王子啊！是老师啊，先生，你怎么走这么慢了？小王子，你在研究什么？要按着东西要看呢。不是，我们不是任务课吗？准备来到这个荒郊野外。哦，你山哪边角，这东西。什么？你刚刚说那个？山哪边角啊？什么意思？山哪边角是荒郊野外。哎，当配皮的时候才叫。哦，就叫荒郊野外叫做山哪边角。用我山哪边角，我看伊有人哈。去问他，看他们在干嘛？看他们在干嘛？割野菜啦。他跟我说这是什么？野草。椰草是太椰，太椰，艾草哦，艾草，太椰了。端午节要拿一把插在门口那个是不是？那个红薯那也是属艾草，那这叫鬼艾草。啊，鬼艾草。哎，鬼野那种吃着味道比较重的，不能吃的。啊，这个可以吃啊？这个可以，就你要摘起来啊，做板吃的。所以他割这么多艾草，准备要做什么？做菜包包在里面吗？它还不够用，现在我不够，隔壁要再种2箱。2箱啊！我想说2箱，你这样应该有差不多3箱了吧？对啊。冇想到抢命美味做到是老鼠飞机热到爆的啦！伊不客继续来好客家话哦。No， 家下早学嘅37期，春到嘅13期就会第一片完成咯。方面看看到亚位北浦神农氏，就可以泰国嘅姑娘杨阿姨，佢要抢出钥匙这招，唔过还你坚持自家要记仔皮太野。平常时就明日的割野嘅野草，割嚟割做菜包，懂冇？做好来拿出去卖，哦，就是出自己他这双巧手。哦，我讲那么多，你听得懂吗？我懂啊，我懂。阿公负责就是把这些艾草割一割、收一收之后，然后交给阿嬷，然后阿嬷就把它做成菜包，拿到北埔镇上卖，这样。哇，太棒了！他搞谁了啊？
的太阳一眨一样可以眨，佢也得用现摘现做，维持一个好品质。就提一个菜人地杯，我发现到一个动神奇的东西哦。可以吗？小心哦。走的，放弃了，没问题了。哎呦，丢，丢，这么小一颗，怎么这么可爱？这么小颗哦？哎，这个好好玩哦。就阿妈就这么小颗吗？我在台不？来了，有卡太了。但是时间到了。哦，要有卡太的了。有了哦，有捏，还有萝卜，萝卜，那我就可以做煮笼饭了，对不对？哦耶，好，那太好了。妈妈，阿姨，怎样？不能叫阿姨，要叫大姐啦。叫大姐哦。没有叫阿姨就好。啊，叫阿姨哦，阿姨，叫妈妈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阿姨很疼我，不管我讲什么，她都可以。你要叫我做什么？你说。就是我拿。亲我一下。不是，你要正经，你主持人，你是主持人，你要正经一点，对不对？亲我一下。就是现在那个要把它煮，是不是？去腥是不是？不用落去係咪？哎，哦。全部倒落去。哎，都唔得太久哦。哎，不然为什么不能煮太久？太久，等一下后太烂，我们那个洗的时候它会流走，叶子会流走。哦。洗太烂的话，叶袂好就烂黑的。它会烂掉。那个叶子好就烂黑的。来。来。哦。讲到太热的，烫一下就会马上流起来，安尼才可以保留香味。撒下来就会冰热冷水，比人一个食香会强溜。噔噔噔噔，任务来咯！好，又来了。哦，任务下好吧。好发。哎，这全部都冰了，不要，来看看。哦，香菇。这是香菇，香菇。葱糯米。葱糯米。好了。葱肉。哦，姐夫啦，姐夫。先讲車烏，係車烏肉，係車烏肉，用央美语是用台语吗？車烏肉，好。蝦米，哦，好香哦，蝦米，啊，还有那个葱誒，葱诶，香料，香料，係香料，香料，係菜脯，菜脯，對，煮籠飯，捏炒，咩太熱，係講音樣嘢錯，唔講，你仲係太熱嚟，它腐，所以係你全部用下去，它腐啲嚟，係做咖喱嗰陣就會較好食。最重要的一點，什麼時候要試吃？等一下就有可以吃啊。等一下就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那边就有可以吃。哦，那邊就可以吃的，我可以吃到飽嗎？可以。可以的。阿娜達，唔好急啦，用阿姨準備好嘅啦。燙好嘅太熱，我先拿到店方同班車衝下切，切完過後啊，就做得飽嘅咯。啊，唔過用阿姨有特別講到，太熱做唔得完全交水，要保留香味，煮籠飯因為越醬越好食咯。请问一下你的手套 ？Yes， 但是那个是因为我的手太大，所以我只能戴到这样。我已经尽量了，尽力了，对。哎，你頭揀落嚟我哋啦，頭揀落嚟嘅手啊，看嘢手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是真有天分的吼，如果是他做得到的吼，咁我挨就感觉。挨阿嘎先咯。啊，看我的没有安尼咯。各家女婿。对。安尼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可以。像你这么漂亮。谢谢。重厚。啊，空个样嘅咩？用阿姨当日就一包记下8只煮笼飯哦，等到了人多嘅時節啦，還卡要準備幾千隻蟑螂買哦。百年難得一見哈。百年難得。哎呦哦，小心！哇，剛出爐。哇！哎，小魚塊是的哦。唔好，我們這米的哈，要慢一點。那就等2年。2分鐘，等2分鐘就可以了。等2分鐘就得啦。涼一點點就可以了。看看你我客，看到客家甜心，
啊，每一个节目邀請到唔同樣嘅來賓來，教人從客講客家，教人講客家。但佢都卡雖然講唔咩客家人咧，嘛可以嚟學客家，唔講係咪幾好啊？主要一種幸福嘅秘事，我嚟試了。食的最空度啊，幸福的心肝度哈。是在嘴里、嘴巴里，但是幸福在心里面。啊，那我刚刚总共学到哪里啊？我刚刚学到学到46，哎，那我还有4句在哪边学？剩4句我嚟詞嘅林工那就走了。徐老師說俚語又來了哦，來。全腔南北蟲。雲camp年國蟲，蘭時孔蜜講，蘭時孔蜜講。對，全腔的時節咧，個谷蟲啊，會黏嘛，谷倉啊，會滿滿的啦。個懶惰呢，蘭時呢，蜜講是空空的。哦，對，一起來講一次，預備起。全腔年國蟲，蘭時孔蜜講，大家講得很好。因為好客家嘅親密一站來到慈田宮係有原因嘅啦，因為啲客家文化地方呀，主龍辦係過年過節天朝嘅準備來敬神嘅食品，故所親密呀四季客家話就係老過年有關係哦。出現了，來了，哎呦哇！這個簡單啊，很應景的話，對不對？很應景的話，對，不是很應，就是應這個節氣的應景，不是應景的。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哇，這個過年很好用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紅包就要拿紅包，拿紅包係哪個時節？對，過年，過年，哎，過年，恭喜發財，對，紅包拿來，恭喜發財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哎，紅包，過年，耶，我成功了，所以我已經畢業了，謝謝，50句都學完了。這樣子畢業了啊？你要從這裡面全部 repeat 一次。真的嗎？對。這裡面對50句，50句，抽考就好了，50句沒辦法了。好了，那你求我。求你是不是？哦，新年快樂！抽一張好了啦，對，好，抽一個。抽我抽。好，你抽一個。對，抽出來。嗨。哎呦！哪個呀？來打來捧，來打來捧，來打來捧。對，就是任勞任怨，對不對？就是我為了這個家任勞任，我為了這個家來打來捧。用嚟打，用嚟捧咧，嘿，觀眾朋友看唔到，鼓勵大家來示範。啊？很怕他們什麼？我聽得懂，你說觀眾朋友看不到，回家都在示範，對不對？哎呀，你兩個哦，冇喺觀眾面前一記來一記去，睇到眼幾馬屁驚喜呢！你夾老主龍辦拿出來，同時啊祈求音樂客順利太結，大家平安康健。今本夜第10個音樂客濃濃挑戰成功，還是我喺那邊語言來學客家話咯。音樂客準備接走了。